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輝啊。咁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翻咧，就係我身後邊呢部16年嘅 Honda Odyssey Hybrid RC4。咁佢呢架咧係紫色嘅車身啦，係啦，特別色嚟嘅，紫黑黑咁樣咯。咁就咁佢嗰啲燈咧就有晒呢個LED 啊、霧燈啊嗰啲全部都有晒嘅。係啊，咁最重點係咧。以前我哋都做過呢隻車款嘅，咁當然嗰時就唔係混能版啦，係電油版嚟嘅。咁嗰時就 OK 嘅，因為當時嘅油價咧就冇咁貴。咁啊，而家呢隻咧就混能版啦，係啦。咁佢有電燈啦，係啊，佢個內飾配置上都比較 grand 啲嘅，係啦，咁啊皮座啦。咁呢部咧就有埋360嘅泊車鏡頭嘅，係啦，咁樣嘅 ，OK。係啦，好企理，好靚仔嘅咁樣樣。咁啊，安全設施啊，呢啲全部有啦，越線警報啊、防追撞啊、防打滑啊、定速巡航都有。咁啊，係其實好適合港車北上啊，去玩下啦，係啊，好正嘅。咁啊，望一望個中排啊。咁呢個係7座咯，咁中間有個走廊位，上落就方便啲。咁呢一對凳咧係可以拍埋嘅，拍埋變咗張床仔咁樣咯。係啊，咁佢好舒服嘅，一嚿一嚿咁樣，好似啲大班椅咁。拉一拉呢個咧，可以晾下腳仔又得，係啦，好舒適嘅。咁啊，隱藏窗網都有埋啦，入邊有個隱藏窗網喺個電趟門中間咁樣咯，可以望埋個車尾，係啦，望一望個車尾先。佢後邊咧有個尾翼仔，咁啊呢度咁樣嘅 ，OK， 好靚嘅都。咁後邊嘅儲物空間咧就比較多，呢個係optional 嚟㗎 ，OK，optional RC4 係啦，光管尾燈，後排可以咁樣嘅，好大個儲物空間 ，OK， 咁我而家可以做個示範，收咗後邊嘅凳，好簡單，單手拉一拉 ，OK， 咁啊拉一拉呢個位置咯，係啦，拉呢個位置，跟住用呢個位一拉落嚟 ，OK， 反一反佢 ，OK， 好大嘅空間，咁其實佢呢度咧仲有個勾仔嘅。拉上嚟咁樣咯，扣住佢咯，係啊，扣住佢咁就可以鎖死咯，係啊，好正嘅，打個關斗就出翻嚟咁，係啊，嘿，閂翻埋個門先。咁啊，呢架車啊做緊138000上會價嘅啫，咁啊現金價就係148000，係啦，16年車未出牌嘅，咁油耗大概係個2至個半左右啦，咁啊視乎你用咩模啦。咁啊 Eco Mode 就會慳油啲，係啦。咁我哋喺元朗嘅朗屏工業村，喺朗一廣場對面嘅啫，係啦。我叫阿輝，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可以揾翻我，電話 number 咧就係60170867，多謝大家。